創世記3章19節，你必汗流滿面，才有食物可吃，直到你歸了土地，因為你是從土地而出的，你本是塵土，仍要歸回塵土。當人犯罪之後，耶和華要人思念自己只不過係塵土，你本是塵土，仍要歸回塵土。點解人要犯罪？因為人都好想好似神一樣咁知道善惡，呢一種好似神一樣嘅動機，正正就係人類犯罪嘅根源。我哋驕傲，以為自己好似神一樣呼風喚雨，我哋期望運籌帷幄，主控一切，用自己嘅喜好嚟到定義善同埋惡，卻不知我哋本來就係嗰啲不值一提嘅塵土。當人越犯罪，就更加要思念自己係塵土，回想自己嘅本相，亦都同時知道人總會歸回到塵土。簡單嚟講，塵土就係人嘅起點同埋終點。呢個係虛空嘅人生，有啲乜嘢可以自誇嘅呢？主啊，求你赦免我們心深處嘅驕傲，好想掌管一切喺自己嘅手中，又好想自己比別人強，比別人聰明，比別人有智慧嚟取得讚賞。求主赦免。喺認識主、認識自己嘅路上，求主賜下常謙卑修正自己嘅心。當知道唔係自我中心嘅想法，係隨主嘅心意，睇任何嘅環境、任何嘅階段，都係有好嘅一面、美嘅一面。相信總有主的心意。阿們。